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个吹背公司大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富宪。最好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立委赵正宇以100万交保北检控告高等法院撤销处分，发回经裁打裁定收押禁见。今日加2站境外便利是一对按菲律宾回国的翁仔某，共记抓14人的居家隔离甲健康管理。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和香港11个高官，包括香港特首，冻结这大官在美国的资产。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立委涉贪的消息。无党籍立委赵正宇牵涉草山开发备案，进前以100万交保，北检提出控告。高等法院撤销原处分，发回经裁。下晡台北地院裁定收押禁见。赵正宇也是第4位受羁押的立委。无党籍立委赵正宇在父亲节这天遭到声押禁见，押往台北看守所。国会表示立委集体伤治案件，赵正宇疑似替殡葬业者对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施加压力，想要来变更殡葬地步，进前予法院裁定100万块交保。北检控告高院7认为控告有理，撤销交保裁定，发回北院重新来裁审。有没有觉得很委屈？慢慢走，慢慢走。北院车北搁再开羁押庭，经过2点钟的审问，结果大平盘，北院裁定赵正宇羁押禁见。合议庭指出，赵正宇涉嫌无违背职务行为收钱罪，犯罪嫌疑重大，人袂清快，名下有真侪笔房产，有逃亡的嫌疑。另外检调伫赵正宇厝内底查到现金920万，不过伊无法度讲到这来源。甲已经收押办公室主任林家琪讲法无共款，无法度排除林家琪暗号赵正宇的可能性。尤其赵正宇有立委身份有影响力，而且案件涉案期间几多年，牵涉人员真多。这个案件具体计划、共犯中间分工、犯罪所伫去向等，由台检察官来调查清楚，所以讲裁定羁押。就是920万元的款项还是交代不清吗？赵正宇假设这个收钱案件第4个被收押的立委，而其他已经被收押的是民进党立委苏贞昌甲伊的助理易学勇。国民党立委廖国栋甲陈超明，以及做白手套的公关郭启明。太平洋流通前董事长李兴龙，这6个人不服羁押裁定，也提出控告。合议庭法官会伫评议了后裁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加2站武汉肺炎境外便利，是一对按菲律宾回国的翁仔某，因在当地无就医检验，回国经过体检确诊，14间共居住的乘客机组员分别的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车北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各新增2名境外移入病例。1878甲1879例是60多岁翁仔某，长期伫菲律宾工作。翁婿伫7月23就出现发烧，规身躯酸痛等症状。伊的某1879例一直到8月初3才出现咳嗽等症状。2个人都捌家己食药啊，并无伫当地就医，一直到8月初3才坐航班机返来台湾。入境时经过机场采检，车北宣布确诊。接触者拢总列出14人，航班机旅客9个人，列伫伫厝隔离对象，另外机组员5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对象，起来是都是轻症啊，7天左右大概是一个变坏的一个状态啦。那这个都还要观察。另外，这位离奇自台湾入境香港台籍女性确诊个案，钟仁雄表示，已经调发手机通联资料，目前已经按35名接触者需要采检。那已经采检了5位，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检验的结果，接触人后续会再增加了。境外移入病例继续增加，不过最近美国、日本官员来台入境检疫却真松。日本前首相省治郎来台只需要检附前1、2天 PCR 检测阴性报告，却唔免做入境采检。不过，但市长表示，这是个人考虑，防疫强度不变。发生感染，您要负责？我要负责。在美国 PCR 的阴性，那专机入台。那专人的引导，团进团出，动线的分离，跟人民绝对都是分开的。有相关的人都以最少的接触、全程的防护为原则。那我们认为在防疫上面是到位的。
庄金雄也强调，美国卫生部长甲日本调研团拢有采检阴性证明。另外，美国团需要入境采检是为了确保来台3、4天拢是阴性。日本团是迄天就走，所以无需要入境采检。对于当地行政院确定入境无普胎，认为防疫效果有限。国民党县市长蔡市伫面册串联，向中央发挥落实入境普胎。台公卫学院学者也建议，应该做精准入境检测。各风险国家除了入境检测，检疫第5天爱进行第2摆的采检，都会当将警化闹高的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大巨蛋停工5天，台北市府昨昏表示，晚向完成边境设计，同意大巨蛋即日复工。有市机关质疑市府准晚向复工，却个带条件，爱改善安全推是放目。郭文德是回应一切拢照定数行。104年5月20日被下令停工的大巨蛋正式摕到市政府核准复工。台北市府监管署在今年7月中同意大巨蛋第3摆变更设计，并且核发建造了后，原商就提出复工申请。原商强调，经过5年停工的争议，将有复工，算讲是甲市府各提一步的结果。本来这次的设计变更就不含这个包括防火区划跟室内梯、室外梯的这个认定，所以会在下一次的变更中再来做申请。但现在的物料跟人是比较缺乏的状态啦，我们大概还是抓竣工期限，大概是在明年的年底。原商讲，过去依照市府要求，改正无按图时间的缺失，也正式安全推甲防火所在。伫因上岁用纳人数是59000人，会伫实际营运了后，一步一步来检讨，未排除会搁再增加人数。对此，台北市议员批评，市府先核准大巨蛋复工，结果付诸改善安全推，根本是放水。先通过以后，再有可能在3年后还滚动式的修正，其实事实上这就是留下了伏笔，也留下了让远雄在未来有可能再做任何的大幅修正的一个破口。伫都发局是发出新闻稿强调，市府对公共安全立场从来无改变。大巨蛋停工原因已经经过3摆变更设计了后，完成改正程序。虽然准有复工，不过大巨蛋违反建筑技术规则第97条的安全推问题，议员必须完成变更程序，若无未合法使用执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宣布因应香港国安法制裁中国和香港11个高官，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甲这些大官在美国的资产总冻结。香港政府批评美国真坏霸，敢有中国内政，佮讲林郑月娥是唔惊中国制裁。美国财政部初次公布制裁11名中国甲香港官员，制裁名单包括特首林郑月娥甲中联办主任卢慧玲、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人。财政部指出，这11名官员伫美国的财产将遭到冻结，除非得到特别许可，若无禁止甲制裁对象进行任何三权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伫推特发文表示，美国未保管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明，香港已经被享有50年高度自治。川普总统也表明，美国会将香港看作一个一制，并且制裁迄个压迫香港人自由的人。Is unreasonable, barbarous, and I think in the long run it will inflict a ruin towards U.S. interest in Hong Kong too. Well, as you have seen that, I don't find any sort of valid reason for this blatant interference of Hong Kong affairs by a foreign country. I don't think this is necessary or a civilized manner to do so. 港府发言人也回应，美国工人甲野蛮的港府中国内部事务，做伫政体处理，以香港作为基亚，伫中美关系之间制造麻烦，批评美国商量标准甲基线违反国际法，对美国公布个人资料，港府也回呛将保留法律行动权利，强调林郑月娥无咧惊美国的制裁。同款被列伫制裁名单的中联办主任卢慧玲回应家己伫国外无资产，批评美国不制裁白了工，也个讲要寄100块美金。互川普和美国去冻结。记者综合报道。即卖印度南部长势雨季，今日有一台对杜拜飞印度的飞行机，因为大雨伫降落的时，却冲出去坡道，摔落坎卡断做过，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事故现场附近的便衣场面混乱，一台的救护车甲伤者送到位。不过便衣附近又出现塞车，救护人员、民众甲救护车以及其他的车拢溃斗阵。伫个空难事故现场，登去的飞行机残骸，互人看到地感觉真恐怖。The Air India Express flight, which was coming in from Dubai and was landing in the Calicut Airport, Kozhikode Airport, around 7:40, 7:45. That seems to have skidded off the runway, and we must remember it's a tabletop runway. 也就是讲，飞行机掘出跑道，结果就是落入去边仔的山谷。由当时者伫咧落大雨，根本看袂清楚，而且地面真骨。技师试了2摆，才勉强降落。不过，意外发生这摆事故，机身落入去大约3层楼悬的山谷了后，对头前断做2截，加在无爆炸导火，互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有够的时间，应甲人客甲机组人员尽可能甲救出来。不过，2名坐伫上头前的机师也是不幸殉职，另外还有至少15名乘客死亡。印度民航局的飞航事故调查小组已经展开正式的调查，来厘清事故发生的详细经过、原因，也有责任归属。印度快捷航空是国营的印度航空所属的子公司，以廉价航空模式经营印度国内，也有来往在中东甲东南亚的国际航线。这摆失事班机出发的杜拜，也是每礼拜固定来回的重要航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天气昨日定前下壁，竟然有的所在已经热到40度。另外，夹伫俄罗斯甲中国核量更新的萨哈共和国，因为天打数火烧山烧超过7万公顷。对空中翕到的画面，会看到，小俄罗斯联邦的萨哈共和国，这个森林内底四界拢是高烟，伫地面上受各地调来消防队，正设法伫甲这野火拍熄。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действует 103 лесных пожара на площади более 70 тысяч гектаров. 离纬度甲沙哈差无偌济，不过离7万多公里的法国西部海坡顶面拢是人。为着闪避40度的高温，袂顾什么防疫甲社交距离规范，大家拢想要耍水，看会较凉袂。对天气图会看到，法国濒临大西洋烟花，色地差不多拢是红甲变乌的，显示高温是危险的等级。Dans le futur, il va falloir s'attendre à une recrudescence des canicules, des températures, des pics de chaleur plus intenses, des canicules possiblement plus tôt dans la saison. 离季节海英国温度较低一点嘛，不过看一下伦敦动物园内底会使较好，比如看到冷冻食物，才袂感觉较热，也知影这天气嘛是真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气象报告指出，英国东部气温可能来到36度，同时真热的天气形态会继续到下礼拜。而这悬的气温，若互习惯寒冷气候的欧洲人挡袂牢，也可能带来环境危机。意大利甲法国边界白朗峰山区，研究人员对空气画面发现，当地冰河最近加速扬起。对缩时点影画面能看到，这车坡顶面的冰河正以每公80公分的速度掘震动，由扬起化成水的体积大约是500立方公尺，大约是一座米兰大教堂的体积。所以当地政府赶紧撤离山坡下面75位村民，以免大水流来造成灾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咱国内高雄市长补选，李美珍提出水源饮用分离的证件，吴益政是暂无评论，但今麦是讲着规划经费，打算最后一礼拜拿力逼3栋头人饼场做候选人抢大位。配合是88节，但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恐惊无时间通过节，爱用最后一个拜六礼拜全日来冲票。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对7号暗时开始，就由党主席郭文哲陪同扫街，配合透早参加老车自救大游行，访问到88节，想到高雄辛苦打拼的人，吴益政已经袂掉煞哭出来。高雄人都好辛苦，高雄真的好辛苦啊，每个。很多人哦，都是拜托我一件事，把经济做好，让我们可以生活。我们是想养小孩这样而已。吴益政拜六礼拜冲线选择甲弱势团体徛做伙，李美珍煞因为7号暗时伫面册发表的用水证件，其中提到用海水冲马桶的想法引起讨论，但互人问到经费来源，伊讲爱长期规划。民进党执政给高雄花了3兆多的预算，负债3300多亿，也对高雄的水都没有解决。那他们不解决，我想来解决。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规划，有分阶段的。对林美珍的证件，吴以正认为无够了解，但会当先听听的，暂时无要评论。陈其迈是一只无奈的摇头，表示林美珍若要提出新的证件，应该把相关计划的成本、经费的来源，甲要安怎执行讲清楚。讲一个政策，他要把他的怎么做啊，他的产值创造多少就业人口，或者是怎么解决，怎么样经费多少，成本多少要算清楚。但我不晓得他那个点子从哪里来啊，怎么做啊？摇头，没办法。高雄这个拜六礼拜有真侪大咖，除了郭文体要连续2天陪吴以正扫街，国民党9号嘛会出动前总统马英九甲侯友宜、卢秀燕2个首长来为李美珍徛台。民进党陈其迈会甲副总统赖清德合体。选前最后一个拜六礼拜，3个阵营拼体力，嘛拼辅选的战力。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目前菲律宾东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紧 AM 会升级做风台降面，不过未直接影响台湾，可能会引进西南气流带雨来。通过琉球群岛持续北上的过程当中，从下周1到下周3，会把目前在南海这一带的低压带的水汽带进台湾地区哦。所以从下周1到下周3，天气上会转为比较不稳定，转为这种整天性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尤其是在下周1、下周2这2天，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是或者是短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气象局提醒，拜1到拜3南部甲东部要注意，恐惊会上大雨，一直到拜4，天气才会转做高温稳定，各地可能拢会热到36度以上。东主管在早起10点开放领用，因为流量伤大，网站煞走袂动，民众只好改现金也信用卡消费，一直到下到12点，东主管的网站才恢复正常。我现在就有点侦测不到，可能有点宕机。运动中心收银台人员，无多路民众手机的 QR code 条码。东主管车被开放销毁的头一天，网页系统佫因为一个流量伤大，佫有种卡掉的。10点的时候是有成功，可能往后的时候就人比较多，对网页比较有一点宕机这样。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本身也是资讯行业的，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系统一开始难免会故障，所以就再补下一次应该就可以过了。收件台无法度连线登入东主管系统，运动中心只好让民众先入场，等待系统恢复正常，才补入 QR code。有的民众是直接用信用卡还是现金支付，东主管6日以后才使用。大概是10点20分左右哈，我们已经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有500多笔成功交易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哈。因为刚刚也提到，同时有领券的，同时有查询系统的，然后呢，同时也有在这消费抵用的，同样使用同样一个资料库了哈。所以呢，基本上在这个资源的配置上面的部分的话，会做一些的调配。各部官员甲社区各处唐志军原本早起11点半使用东主管消费户媒体盒，也毋过拄到系统故障，就先体检下钱，一直到中昼12点系统恢复正常了后，才个登到1楼柜台体检东主管的电子支付。过了，顺利成功。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多次跟唐凤政委来请教，唐凤政委提供我们很多专业的意见。东主管伫7月份开放民众登记抽签，就故障过一摆，这摆佫出现故障，有民众感觉恶心，也有民众替政府讲话，认为网络本来就有一定的负载容量，等待缓解了后，就会当重新消费。因为适用的店家已经有超过6000多间，包括免税商店、内衣品牌拢会当适用，敢会影响到体育业者？教部回应，当初开放业者参与，拢已经进行过严格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中营甲华航推出环岛包机，疫情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陈宗彦表示，桃园机场本地防疫措施真较全，因应类出国行程，特别爱桃园机场加强屏障，确保安全。来到桃园机场后，其实出示机票护照，准备登机。虽然毋是要出国，不过真久无坐飞机啊，旅客也是非常的期待。小朋友说没有坐过飞机，然后他们就本来是预计是4月有机会出去，
对啊，然后刚好没有办法，所以就刚好有一个类似，还是体验一下坐飞机这样。装备看起来都很像啊，背包啊、行李啊，大家的心情遇到这样有那种蛮开心的感觉。选在父亲节这一天，两大国际航空拢推出环岛包机，长荣航空派出大型采尾机来飞行，航程接近3点钟，经过阳明山加披头角灯塔，再经过日本琉球列岛西平上空，沿着台湾东部海岸线南下到小琉球了后，再搁沿东部海岸线转来，让旅客由空中看到海岸的风光。这个类出国的包机哈，我们只是用成本在做计算。那你说要去靠这个来营收增加，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基本上是要让国人在这个疫情期间有这么样一个机会，能够搭机出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旅行。华航飞行环岛班机机型较细，不过一日就卖完啦。载上123位旅客进行环岛行程。国际航空业者抢入包机环岛市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虽然国内疫情相对较平稳，不过要求桃园机场公司还特别注意防疫来因应这波假出国的商机。其实在每一班旅客过境之后，我们都全面的消毒。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也看到机场其实相对在整个空间，尤其是在出境端的部分，其实是有维持一定的这个干净。掠到民众想要出国的心，机场公司也举办机场一日游体验活动，除了会使入去平常时无用入去的机坪、这管制区参观，也用伫贵宾室食物件。这阵限量4万人次已经互有订去啊！机场公司也伫规划无同参访行程，希望用活络商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到新店有一场结合 AI 的空区体验，一台双层货柜车内底有 VR 虚拟实景，开放大家来体验12款无同的空区。有清楚的旋转吗？对，还是重一点啊，但是已经很。戴着 VR 虚实实景的装置的帽啊，就在体验职业的角色。也会利用 AI 了解自我人格。劳动部劳法署推出头一台 AI 职业货柜车，车被开入新竹购物中心广场，开放青年甲找头路的人来看要找什么头路。现场也穿有西装，替青年来翕正式的要找头路的相片。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就是它可以帮你分析说你是哪一个性格的工作者会比较适合你自己，然后还可以拍专业的履历照片，所以我觉得这是为就是求职者每个人都很需要做的一些准备。今年新冠病毒疫情明显冲击就业市场，各政府机关对7月开始积极推动实体就业介绍这相关活动。这台 AI 职业的货柜车未来进驻到大专院校提供服务。走动式的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那么希望协助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规划他的职业蓝图。看一个今年顶半年全台失业率上悬15个，来到4.07%，失业人数48万6千人。台北市劳动局最近也统计出顶半年台北市达到27503人被资遣，比去年同期增加6成。以批发零售业上多，亲像香港厂商有边价的服装品牌，因为疫情收掉部分门市资遣员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环保局认定台中火力发电厂去年涂炭小超泵开发3届，共1800万，说予环保署撤销处分。台中市政府提起诉讼，打予法院驳回。罗秀燕讲，考虑控告也落手修订青梅管制自治条例。台中火力发电厂涂炭使用超量，和台中市环保局裁罚，确实予环保署撤销原处分裁罚。台中市政府对环保署申请停止执行的行政官司，且撤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会提出控告。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我们会抗告。那他污染超标要罚不准罚，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问问中央，他们对于空污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台中市环保局讲，华中会1800万罚金的部分，也伫行政法院审理中无被驳回。不过，对台中市涂炭管制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今年3月依照违反新修订的空气污染法，予中央宣告无效，会提出新版的自治条例。这阵草案已经在专家会议的阶段，未来以空气品质治理为主。针对这一个，昨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它驳回的是我们申请暂停执行环保署的处分，会另外定一个台中市空气品质管制条例。那这个自治条例呢，就
了声明之外，还包括我们公民营的其他的空气污染行为。台中市环保局计划在今年甲新版的自治条例送议会审议，伫无违背母法的前提之下，扩大管制范围甲对象。你在未来的秋冬空气污染的时阵，也继续来稽查重火，监控辖区内底污染源，若是有超标违法，也是依法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带乡亲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上悬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67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悬32度，上低2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7度；外岛地区27度到36度。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咱再会。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天气还阁真热，不过对这季来讲，秋天已经伫要开始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立秋。立秋汉字写作立秋，罗马字写作罗一立。此有秋，立第8条，秋第1条。立秋大约伫新历的8月初7到初9迄卡斗，就是我上喜意的秋天，伫要开始的意思。立秋了后，若有落雨，天气就会变较凉、较爽快。有一个观众朋友咧问讲，是安怎生的我算什么拢遮准？那是因为古早人有留落来真济为这季来有迹农作物收成的经验，我就甲学起来啊。像讲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就是咧讲立秋迄天，若好天就会有好收成，农事万项会顺利。若是立秋听到单位讲猛冬，也就是第2期的作。收成就会较歹，所以才会讲雷拍秋，冬半收。咱嘛会当看立秋是伫今年农历的几月份来有测海冬收成的情形。俗语讲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就是咧讲立秋若伫农历6月，讨海人就讨较无食，快溜溜就是渔民作业的时间会较早结束。哎呦，怕紧啊，无要紧啊，好啦好啦。若立秋伫7月，天气会较稳定，海冬就会有好收成，会大收。秋后游就是渔民收入会较好的意思。若要讲好食、好佚佗的，立秋是灵应到适的季节，嘛是金针花开的时阵。咱台湾看金针花上有名的所在，就是花莲台东遐满山坪的金黄色花蕊，真正有够水。立秋，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雷拍秋，冬半收。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立秋食灵应，
想花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